我哋嘅空氣質量咧係不斷嘅改善啊，係回歸之後咧最好嘅。而維港咧亦都回復咧有多種嘅珊瑚，而維港沿岸嘅水質同埋氣味咧亦都大幅嘅改善咗。咁我哋亦都扭轉咗咧香港個廢物棄置量長期上升嘅趨勢咧，廢物棄置量已經連續3年係下降，回收率係開始上升。第一個轉廢為能嘅設施咧，亦都已經開始投入運作嘅。電動車嘅數目咧，3年來咧係翻咗2番，係即係2021年嘅4倍。歡迎收睇議會開箱，我係李思流，我係黃宗偉。最近大家有冇發覺香港嘅天好似藍咗，維港嘅水又清咗呢？環境及生態局局長仲話呢幾年嘅廢物棄置量連跌3年，電動車數量仲翻咗2番添。聽落好似好理想，但係作為市民，我哋好多時都想知道究竟換呢啲綠水青山嘅成本係幾多呢？電費單同埋生活成本又要加幾多呢？喺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政策簡報會入邊，局長謝展寰就描繪咗一個綠色香港嘅藍圖。亮點包括2035年之前零碳能源發電比例要升至6至7成，仲有一座轉廢為能設施 iPad1 已經投入運作。但係議員們嘅質詢非常之貼地，直接問到電費加幅同埋1換1計劃有冇得延續。局長直接回應就話1換1嘅計劃要等財政司司長去決定。講到電費，雖然燃料費回落，但係基本電費仲係加緊。莊浩鋒議員就問到一個核心問題：向內地買電究竟平幾多？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回應嘅時候就話，政府嘅策略係透過加強同內地聯網，將零碳電力比例提升。雖然具體減幾多仲要同內地商討，但局長強調北電南下絕對係控制電費邁向碳中和嘅主要途徑。而且呢一啲綠色能源唔止係供應俾九龍同新界，連港島區一樣都會受惠。我知政府咧其實一路都有同內地買電嘅。咁我想問下，究竟而家我哋同內地買電同埋香港自己做電嗰個成本係差幾多呢？有冇得靠內地買電長遠去降低我哋嗰個電費價格呢？去到2035年嘅時候咧，我哋期望將我哋內地輸入嚟香港嘅零碳嘅電力嘅比例咧係提高到60到70%嘅。我哋內地輸入呢個零碳電力嚟香港嘅時候咧，唔係淨係輸入俾一個嘅中華電力嘅，到時咧一樣係會提供咧係俾供應咧俾香港島。另外一個大家關心嘅就係垃圾。政府目標2035年零廢堆填，以後再唔使堆填區聞臭味啦。陳紹雄議員同埋葛珮帆議員都關注 iPad2 焚化設施嘅進度。局長透露，雖然 iPad2 因為技術複雜2度延長招標，但撥款申請會喺年內提交。有趣嘅係，局長話如果大家減廢做得好，每日廢物量跌穿9000噸，可能連 iPad3 都唔需要再起啦。據知呢個 iPad2 嘅工程就2度延長咗個招標期。咁我想了解呢一個延長招標期會唔會因此而影響咗個啟用日期，以至於影響本港嘅廢物處理嘅目標呢？招標之所以延長咗2次嘅原因呢，就係因為我哋都收到啲嘅啲意見呢，就係因為我哋嗰個喺香港嚟哋要喺嗰度嗰個地點要起一個6000噸嘅呢，個技術上都相當複雜，佢哋需要多啲嘅時間嚟做一啲嘅設計。睇翻內地呢，其實就起咗好多轉廢為能嘅設施，咁就好多地方呢，其實都產能過剩啊。開始咧挖翻啲舊嘅堆填區嘅廢物出嚟燒，又向隔離啲地方去買廢物添。我哋香港嘅前廢物設施將來嚟講去到一個地步咧，我哋係有足夠嘅量可以做本地嗰啲嘅話咧，咁我哋都話會考慮我哋可唔可以翻出嚟。咁但係現時我哋嘅重點咧擺喺建設咧，我哋更多嘅轉廢為能嘅設施。揸車人士最想知道電動車1換1津貼會唔會續期？局長就話呢一個係財政司司長嘅決定，大家要等財政預算案。不過政府就承諾2030年會將公共高速充電樁加到4000支。另外，香港大鵬灣獲選全國美麗海灣，林筱魯議員同李浩然議員就擔心生態旅遊會爆棚。局方表示會研究利用 AI 同無人機監察景點嘅承載力，甚至考慮喺旺季實施預約分流。推動生態旅遊嘅時候咧，亦都近日咧，因為真係相當成功，亦都產生唔少環境容量嘅問題。咁我想了解下，即係政府方面咧，有冇一個策略，有冇個諗法，
點樣去處理個環境容量問題咧？我一方面即係要求處方嗰方面咧喺個嘅人手管理嘅計劃嗰方面以外咧，亦都的確就係希望睇下探討用得多嘅一啲嘅科技，譬如係一啲嘅無人機諸如此類嚟到監察一啲嘅地方咁樣，亦都喺一啲真係好熱門嘅地方咧，我哋評核一下，睇下嗰個嘅容量如果係會唔會需要喺啲地方，我哋可能有啲新嘅方式嚟到做呢個管理咁。綠色轉型唔淨係種棵樹咁簡單，仲可能牽涉到能源安全同埋經濟發展。局方未來會推動可持續航空燃料同埋氫能嘅認證，目標係將香港打造成為綠色科技嘅樞紐。到底2028年電力協議中期檢討能唔能夠為市民爭取到更平嘅電費呢？我哋拭目以待。多謝收睇《議會開箱》，再見。